热清的元旦单位提出4大新目标，希望国家安全、繁荣、条约团结，也呼吁立法院赶紧审查议程。有一只巴拿马籍的货轮通风轮伫咧花莲溪出海口北边宣布跨山，去解救的拖船也因为假着丝也伫咧动现场跨山。八仙乐园店铺案官司超过10年，最近八仙公司和伤者家属达成和解，去年底也甲头一笔赔偿金2600多万拨出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今仔日呢，就是2026年的头一天，总统赖清德元旦谈话，以人生之道、希望之光做主题，提出新年的这个4大目标，希望国家安全、繁荣，也个条约来团结。针对着今年的总预算，也个国防特别条例，也个伫咧立法院也未来审查。赖总统是呼吁立法院就要赶紧来审查预算，让国家走向进程。2025年国内外务并进，中国军演都结束，台湾伫充满挑战的局势走向2026年。总统赖清德以人生之道、希望之光发表元旦演说，伊强调新的一年希望透过8年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投资，全面强化国家安全，向国际盟友展现咱自我防卫的决心。民主给我们彼此争辩，不同意彼此的权利，但倘若没有国家，这样的自由和权利都不存在。2026年，大政府也推出真济政策，像行政院顶个月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今年嘛要推动婚育主体都是囤房税2.0等等。赖清德表示，有真济法案也搁咧等立法院审查，嘛包括今年度的中央总预算甲国防特别预算。希望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尽速审议，让这些护国利民的政策能够顺利推动。未来，我们将持续扩大社会投资，打造公益、和谐、永续的社会。赖清德呼吁立法院条约合作，强调只要通化解对立，伊愿意照合宪的方式进行国情报告。也若针对总统弹劾案，赖清德强调照顾人民和国家生存才是上要紧的。我个人的回忆不重要啊，国家生存发展。人民的生活照顾才重要，所以如果说一定要对我提出弹劾，至少吧，正事也应该要做，牵涉到国家生存发展的国防特别预算、人民生活照顾的国家中央政府总预算，也应该要排入审查嘛。面对2027年中国可能侵犯台湾，赖清德强调2026年是关键的一年，伊会担起责任保护国家、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伊呼吁国内团结，继续强化国家和社会韧性。记者卢尚祖、郑春友台北报道。也让国民党主席陈立文透早先去总统府参加升旗典礼，结果来主持这国民党的升旗。陈立文表示讲，希望台湾条约和解、两岸和平。也若针对赖总统讲过讲，这在野党明知影无够2%，想要搁来提案，但迄总统是伫咧浪费时间。这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就讲，爱赖清德呢，为着浪费规年的大罢免来回实的。满一条红艳的红军，开始大声唱国旗歌。国民党主席陈立文主持国民党主办的元旦升旗典礼，和支持者热情招呼。对随行表示希望条约放下以上争论恶斗的情绪。希望我们不要在内部自己找敌人，希望我们停止内斗，希望我们放下仇恨。不但我希望朝野和解。我也希望两岸和解，我更希望美中和解，全世界都和解。不过，陈立文就任了头一届伫党部升旗，前总统马英九、前主席吴碧阳、朱立伦拢无出现。陈立文解说讲，今日邀请中央党部的一级主管、副主席，无专工扩大邀请。另外，陈立文再去出席总统府元旦升旗，和总统的互动嘛受到关注。总统与副总统已经就定位。总统赖清德立场的时，和5位院长握手致意，了有向陈立文的方向握手，不过因为双方距离较远，所以无任何互动。刚刚在画面上面，他好像有跟您挥手，我没有看到，他是跟我挥手吗？应该不是吧？我的感觉应该不是对我挥手了。
针对南北的弹劾案，赖总统批评讲，明明知影无2/3的多数，搁要提案，是浪费时间。早起来新北市参加元旦升旗的民众党主席吴国忠嘛批评赖总统。赖清德总统要不要针对撕裂台湾社会、浪费台湾社会1整年的大罢免，跟台湾人民道歉？民众党嘛伫面册发表元旦的文告，点出民进党执政5大问题，批评倡议联合政府为台湾找出路。不过赖总统说伫国家内部制造敌人，分裂社会。我也要拜托蓝白立院党团，赶快听郑主席的劝告，赶快回头是岸。但背书强调讲，人民真希望看到立法院发挥监督的权力，好好监督行政机关，嘛想要看到朝野会当合作，来为着台湾的长治久安、国家永续发展打拼。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军演结束了后，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发表新年谈话，搁再讲到统一台湾。但是陆委会是强调讲，无论这中共讲啥做啥，拢无法度改变这中华民国已经存在115年的事实。另外，去互中国制裁的日本维新会的参议员赵平，伊有想要来台湾访问。伊讲，伊去互中国禁止入境，说是会当来台湾，这就是证明讲台湾和中国是不可能的独立国家。中国军队发动军演，持续施压威逼台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年讲话受到关注。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中国的国台办讲是中国对台军演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和正义的举动。陆委会反击讲，不管中国讲什么做什么，拢无法度改变中华民国存在115年的事实。另外，第一个互中国制裁的日本维新会中国的参议员赵平，嘛伫社群宣布讲想要来访问台湾，强调讲互中国禁止入境，但会当进入台湾，会当证明台湾就是一个和中国无关系的独立国家。根据印太战略地图的信息，赵平在初9嘛参加在台湾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外交部欢迎关注台湾民主发展，并支持台日友好交流的日本国会议员来台访问，亲身见证台湾作为民主国家所拥有的民主活力、社会韧性与多元包容。中国的军演是引起国际关注。美国、日本、澳洲、印度驻中国大使嘛伫北京举行4方安全对话。大使级别会议中心反对单方面用武力来改变现状。法国、德国、英国嘛表态讲反对武力改变现状。日本外务省嘛对军演牵关台湾海峡紧张的局势，向中方传达日方的观察。中日关系不好，坦白讲，已经是蛮长一段时，至少10几年，快要20年的时间。但只是说最近高市长苗的讲话呢，让这个事情引发新一轮的这个关系的恶化。未来只能说把自己的设法把自己的紧张关系把它管控在一个程度之内吧。另外，韩国的外交部进前则针对军演来表态，希望台湾海峡和平稳定。但是，南韩总统李在明初时就要访问中国，中韩外长12月31通话时阵，王毅阁呛声日本是要互历史倒退路，认为韩国这边会伫台湾问题，甲一个中国的原则守护掉。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军演伫咧31暗时6点宣布结束。不过，伫军演期间，海委会主委关碧玲31中昼含各路委内这海巡高层伫咧高雄参加参会，引起关注。关碧玲也伫咧面册顶头来回释咧。关碧玲说明讲，是因为这海委会副主委吴向文要登去本地单位，那这海巡署的分署长陈树川要退伍，各路礼拜前就安排这特别参会，说因为这解放军临时军演扩大主管汇报照常举行，也是2个人最后一届参加。不过呢，无甲这个特别参会取消，造成外界负面观感。关碧玲来回释的以外，也强调有任何批评，伊拢会接受。美国政府公告，讲这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搁再摕到一份对台军售的合约，是55架安伫咧 F-16战机的红外线所对装 IRST， 强调这项采购是为着满足台湾的紧急作战需求。就专家是认为讲，这 IRST 呢，挺好来对付藏伫咧雷达内面的战机。
中共12月3日宣布结束第7摆环大军演，海巡署释出海巡海军舰艇，伫海面上坚定监控甲驱离强舰的画面，兼阁有军事的马上专业记录。中共空54卫星护卫舰、异形舰对咱国海军架空舰炸落无道突破时，经由无线电广播通讯，加咱国豆腐。国防部公布3日规工查到3架驱强机、17架强舰甲8架公务船伫台海周边活动，有2粒空飘机轨扰乱台湾。伫下晡4点甲暗时10点出现伫台中外海空域。咱强军即摆发射27粒 PHL-191火箭弹，分别落伫咱24海里内甲4个位啊。国防部前联合情演中心副主任孙秉忠就研判，强军射击弹药应该是370公里的火箭弹，射程大约300公里，而且又拍到点真集中，相当精准打击。认为未来这类型稳定火箭的代替低程弹道飞弹，正做攻击台湾的主要火力。杨过即阵国军的防空反制能力大部分是因用飞弹，临时大量密集的火箭弹。它还是有一些所谓的惯性导航或者是卫星导航之类的这个装置，我们未来是不是能够做一些相对的反制，比如说做一些干扰，就会让它的精度下降。另外，强军东部战区宣传片内底，敢若出现歼20微松战机飞过恒春机场周边的空域，大好美国5个大楼广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搁再得到1份总计上最3亿外美金牵涉对台军售合约，455具配备伫 F-16战机的红外线搜查对象 IRST 结称，并且强调这笔的采买是为着满足台湾的紧急作战的需求。改善一些，就是对于那个4代战机在面对这个逆中战机的时候的一些劣势。如果说配备这个军团夹舱呢，它可以把侦测距离大约恢复到可能就是60公里以上，70公里。陈署长解说，传统的雷达较歹锁定具备稳总功能的战机，也若 IRST 是侦测红外线力源，会使被动搜查敌机，毋若袂发出雷达波，暴露家己的位置，也袂受到电子干扰影响，被看做是 F-16战机反稳总的绝招。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讲伫咧中国南京厂的验证最终度授权的2025年年底就已经到期咯。外界也关注讲，这敢会影响到台积电的营运呢？台积电是证实讲已经摕到美国商务部1年期的出口许可，这营运也佮有产品出货拢袂受到影响。美中科技竞争升温，前湾大工头人台积电接到美国政府通知，南京厂的验证最终用途授权，2025年12月31到期。外界关心相关营运敢会受到影响。台积电上新证实，已经有得到美国商务部1年期的出口许可。然后相对的话，就是 SK 海力士跟三星，他们都是所谓的永久豁免权，而台积电的话，它基本上会是晶圆代工厂，所以让美国的方面比较没那么放心，所以说才会采用所谓的1年1签的方式。根据了解，这项许可允遵守美国出口管制的晶片制造设备运去中国，唔免为各供应商一个申请出货许可，而且已经伫2025年12月31到期前核发，所以未来1年包含营运甲产品的出货拢无受影响。另外，根据财经网站年度排名，2025年全球上赚钱的公司，全球科技头人领先真济。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摕到第1，台积电是进入第10名。可以看出，在台积电背后，它所代表的产品组合的优化，以及在营运杠杆的一个效应，还有包括的在 AI 的一个需求刚性的一个部分持续的强劲的成长，那么三者共同交织出来的一个结果。看排名主要是以企业净利做主要的根据，台积电以505亿美金排伫第10，获利率达到41.6%。另外，回看2024年，台积电是以274亿排第18名，1年来进步真济。那最主要的变化是因为它5奈米以下的营收比重增加很多，不论是营收成长，还是那个毛利率的表现，都比过去要好。不过，专家嘛提醒，展望2026年，美国的代表处即阵宣布，要对中国输往美国半导体加征收关税。不过时间延到2027年6月，互外界当作和平背景的稳定对中关系，是不是对国际的供应链局势产生变化，也需要密切观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咱来看2025年这新台票的表现是收伫咧31.438块，事实上，去年呢4月初时阵有受到美国关税影响，落到33.196块。7月传出讲这台美关税单破要出来咯，随国在称悬，讲到这去年规年呢，一年是起1.343块，起超过4%。12月31日会期最后一个交易日收伫31.438，小可步一分。展望今年新台票兑换美金的走势，研究机构普遍认为也是有升值空间，也可能重新调整20外块。1月台币可能比较强，加上美国他们有可能会在1月公布关税的内容。如果确定违法，那可能市场波动更大剧烈，美元会有一些，例如说避险买盘，所以可能1月这边台币偏强的机会目前看起来比较大。回顾去年转年新台票走势，那亲像飞机车起落真大，而且头一个交易日收伫32.868块，报8.7分。到4月初受到美国对电关税影响，收伫33.196，报1.4分。7月初3传出台美关税谈判要公布，出现升值的预测，收伫28.828，起1.91角。到年底封关日小可报1分，统计全年是起1.343块，起超过4%。升值的影响的话，大概就是说一些本来毛利就比较不高，而且是出口为主的一些产业啦，像传统产业的石化啦、运输啦、机械啦、纺织，这个都很有可能受到冲击跟影响。业者认为，新台票汇率走势应该加参考咱国竞争国家，像讲日本甲韩国，安尼才有助产业提升竞争力。观察去年全年主要阿伯对美金的起落，人民票升4.43%，韩元升2.28%，日票是报0.23%，台票是起超过4%。我是认为政府应该适度的让它变，不要急变，但是不应该再升了，除非其他国家的货币都升，要不然我们再升上去会更惨。专家预测，明年新台票升值的机会也真悬。对利润无悬的团产等产业，除了政府协助开拓其他市场以外，也是希望新台票的汇率卖升伤紧，才袂压缩获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高雄路顶顶个月底发生一件2台车伫咧行路走，出来烧掠撞车案件。迄个时阵，警方是讲两方面是借无纠纷，落去追查了后，才发现讲其中一个是犯罪集团的成员，想要把这拄摕到手的300多万暗砍落来，伊就找2个朋友假来搬去背出是要甲抢，说互共集团另外一个嫌犯发现，才会驶车来甲掠。目前涉案的4个嫌犯拢移送地检署侦办。画面中2台轿车12月26点高雄路伫个环球路顶悬遭烧灼，2台车拢来到路中了后，后面的乌车佫唔愿意煞，继续弄起哩。轰弄的迄台金色轿车看办势唔对，油门打落起卡就弄，乌车随对起哩，2台车就安尼一路开5公里，对路直接来到阿莲的中路车，最后金色轿车轰弄落田底。附近住户听到声走出来看，金色轿车顶悬的2个查甫人登跳路车准备逃命。浅色的那一台。他就赶快跑，他也追啊，就一直追到已经开始追的时候，我就赶快进去拿手机给我们里长说：“你赶快去报警，这边好像问题很大这样。”警方赶到场真紧，就将2台车总共3个人拢抓起来。初步调查讲是因为20万的债务纠纷引起的。不过因为警方伫姓周的查甫人驶的乌车顶悬找到的卡网内底有318万的现金，甲驶金色车姓马、甲姓平的查甫人讲的话斗袂捌。警方深入追查才发现，原来也有一个姓吴的查甫人嘛涉案。吴显想要企图去吞占这一笔赃款，所以他才伙同彭姓跟马姓的这个犯嫌。来去做这个自导自演的这个侵占案，就是强盗案件。规个案情颠倒变，对债务纠纷加做强盗案件。警方表示，姓吴甲姓周2人敢若是犯罪集团的成员。姓吴的想要暗砍这条300多万的钱，找朋友来演戏抢劫，说去互姓周的发现。现在警方除了按照强盗罪、洗钱防治法等罪名，甲这4人移送法办以外，也针对幕后的犯罪集团扩大追查当中。记者柯家如赵阳高雄场报道。同款是高雄这公山呢，有一个也被盗贼查某婴仔，表出讲去互老母，也佮伊后一老店厝内面6点钟，想要到大人回来了后，才发现讲这囡仔已经死亡。检警初步发现讲这婴仔有吐冷出来，身躯顶也有伤痕，目前已经介入侦办咯。因为这个老母和后一拢依照过失致死，拢是5万块交保。
救护车随赶到高雄公山的威仁路段，31看年迄天下晡4点外，119接到通报，讲一个不到1岁的查某翁仔仔，互家己留伫厝内，等妈妈转来的时阵，已经无喘气、无心跳。警方目前已由鉴识人员完成基证采集，并积极调阅监视器，以厘清案情，同步通报社会局进行查处。本案依规定报请桥头地检署相验，另依过失致死。报由检察官指挥侦办中。查某翁仔仔经过抢救嘛是过往，检警初步发现伊的嘴内面有液凝的情形，身躯顶嘛有一寡伤势，目前已经介入调查和验尸。查某翁仔仔的妈妈解释讲，迄天含因人去外县市的收容所领养狗，厝内人无用到照顾，才留当得困的查某翁仔仔伫厝6点钟。因为7月4的时候自己撞，对，然后。他脖子上面有一个是他指甲太长，他自己会去煮。警方带查某翁仔仔的后脚转去因一家火压碎厝的套房厘清状况。根据了解，查某翁仔仔的妈妈干那20岁，含情男朋友有生2个囝。分手了后，查某翁仔仔是妈妈照顾，后社会局列入喙家关怀，逐个月定期访视。社工最近一摆的访视是1礼拜，并无发现奇怪的所在。目前是正常，才1个月吧。然后但我都有去做那个。查证啊，他们的不管是前科什么都是正常的。查某翁仔仔妈妈和后籍在信楼拢以过失致死罪，各以5万块来交保。翁仔仔的伤势安怎造成？敢有防苦毒？检方会等正式的鉴定报告出来以后厘清。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只巴拿马籍的这个货轮的通风轮，伫个花莲溪出海口北边的沙坡跨沙，去解救的拖船也因为迄架着锁啊，也当场跨沙咯。拖船的顶头有一个船员头壳受伤，最后是空勤直升机甲拖船顶头5个船员救出来。也那这货轮顶头有17名的船员，目前是无需发生危险性。这个航港局呢也按算伫今暗时协调大型的拖船去甲因解救。真强的东北季风咻咻叫，影一直拍来，一只货轮却是靠搭伫海波无多震动，看起来海象是愈来愈歹，情况是非常危急。就惊这情况愈来愈歹，航港局赶紧派这个拖船拍算去协助，无想拖船也掉伫遐，互救援人员是头壳摸咧烧。2006年头一天，因为冷气团甲东北季风南下，花莲沿海海象真歹。当时，这只载石膏的巴拿马籍山酸的货轮通风轮，车载起要入花莲港来下货，也毋过却是发生主机故障，想要家己修理，却是拢无效。互真强的东北季风飘向南边，靠搭伫花莲溪出海口北边的花莲海边河岸。早上10点4分接获这个通红轮这有搁浅的状况，立即派遣公机一艇。18车39人在现场救援，因为目前风浪过大，对救援可会造成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的问题。航港局有派出2只拖船出港，准备要甲拖回来，也毋过其中一只因为夹到这锁啊，也是去动力靠打，也造成一个人受伤。也那货轮顶面的锁啊，也因为风影伤大，全部拢断去。为了避免造成更加大的危险，另外这只拖船暂时回港台边。拖船的部分，船上共计有5名船员，目前有1名船员因这个头部有撕裂伤的状况。因那空勤直升机也伫车下晡出动，伫强风中甲拖船顶面5名船员全部救出来。因那货轮顶面也有12名台籍甲5名菲律宾籍的船员，就无马上有危险。航港局有加暗时协调由大型拖船来到现场来进行拖救作业。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这花莲马太安溪桥去年9月23号崩沙潭的大水冲甲登去，这公路局随进行在后的复原，较安全的钢铁便桥提早1个月来完工路，元旦即天来通车。居民也讲，这桥替因省真侪时间。早起10点一个到现场放炮啊，时间甲民用车排队通过，为各向公路局的人员一手致意。台九线马大安溪桥去年9月去崩山湖1楼的大水冲断，用4.3亿兴建的更便桥，2020年元旦通车，当地民众拢感觉真欢喜。大家很高兴啊，节省多少时间？节省最起码有20几分钟的车程。
我不知道，应该有影响啦，会比较好一点。去年10月18开工的广便桥转长560公尺，12公尺宽，双向2车道加机车道。这个期间，把造风台影响施工，工程上困难的就是伫好层搭设 H 型的钢条，交叉使用无同工法来克服第一个问题，最后佫提早1个月完工。最煎熬的就是地质问题，那我们用各种工法去使用。到磨合期到1个礼拜之后，才知道这边地质要怎么去排除它。最后我们用水稻工法，才一直把这个进度弄得比较顺利一点。公路局表示，广便桥通车了后，原先溪底便桥伫1礼拜内就会拆除，因为现场也是工区，所以广便桥限速40公里。另外，通水断面也有限，若是发生大雨，河道的源头最为先悬，都已经先封起来。如果说上游有相关的一个状况，这一个发生的话，那我们会依照我们的预警机制，如果说有需要这个封桥封路，我们还是会来做一个实施。公路局讲，马大汉溪永久桥嘛，东部伫去年12月31开工，配合水利署拄拟定的全新马大汉溪治理计划，甲本来48公尺增加到85公尺，佮甲整体提高9公尺，提升桥梁大水冲蚀甲控制能力。2020-2027年通车。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伫咧2015年造成严重死伤的八仙乐园停泊案，官司超过10年啊。最近有进展啊，这八仙公司呢，最近是有含这个死者的家属，也个伤者家属，甚至是伤者本人达成和解。去年底呢，也甲头一笔的赔偿金2600多万拨出去啊。发生伫10年前的八仙乐园停泊案件，造成15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消基会协助死伤者家属来拍这团体官司，向八仙乐园业者甲活动主办公司来要求赔偿。不过当时主办活动的卢中吉已经服刑期满出家，不过民事求偿因为金额真大，伊原地法院审理。最近将有出现实际的进展。八仙公司已经甲拍头一波团体官司内底，将近100人内底41人达成和解。去年底已经付头一笔的赔偿金。最主要就是因为消基会那边大概有2个案子，现在分别在地方法院跟高等法院有达成共识，所以有和解。第一波是在12月30号有拨出款项，金额是2600多万。消基会指出，第二波团体官司正伫士林地院进行，300多名被害人内底，大约有1/3讲希望和解，结束10多年的官司。不过有的家属因为亲人伫停泊内底死亡，一直无愿意来接受和解。这件事情带给社会是永久的一个警示，民间办活动，希望政府审慎考虑，不要再造成无故的伤害。这个悲痛永远没有办法弥补。下个礼拜一呢，我们在士林地方法院呢，还有100多个人呢，可能会做和解。有和解的部分就我们协助和解的，那没有和解的部分，我们技术协助他的团体诉讼，大概还要再2-3年。八仙乐园停泊案件原本一审判决，认为八仙乐园只是场所的提供者，免负责这个赔偿的责任。案件上诉了后，高院依据消保法规定，认为经营者若是违反消费者期待，造成损害消费者权益，应该负连带赔偿的责任。对此，八仙公司强调会承担社会责任，继续推动协商，让受害者甲家属感受到实质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讲到2026年呢，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纽约要展示一粒全新设计水晶球。这水晶球呢，7月初是国庆公工会再出现，准备要来迎接建国的纪念日。总统 Trump 也是伫咧这个佛州的海鸥山庄举办这夏年 party。要拍卖100耶稣的画像，是以275万的美金标出去啊。2025年只要10秒钟参加纽约时报广场的民众摕手机一直看云幕，并且大声地咧时间倒算。美国进入2026年，天顶也一个五彩的stra花，民众打定迎接新年。另外，水晶球顶下边的云幕也开始播送美国开国以来历史纪录影片。We are doing one together outside of New Year's Eve
on July 3rd, ringing in July 4th in the same beautiful style that Times Square knows how to do it. Again, a global countdown, ringing in July 4th specifically as a way to celebrate the 250th. 今年利奥市府换全新的水池球，这条由5200外片圆形水池片组成的闪闪烁烁的彩球，7月初3会搁再来出现，这是从来毋捌有的。来欢庆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也纽约新任的市长曼达尼依照前地伫5夜曼哈顿已经无再使用的旧的市政厅地铁站宣誓就职，来确保市政伫法律上无过渡期。这日是搁再参加正式的公开就职典礼。Blessed by God, completed her journey across the wilderness. 花火纪念碑伫跨年暗暝顶是一场真盛大的灯光表演。灯光表演投射对1776年建国到进入20世纪的美国历史光影。也啦，美国总统川普伫佛州的海鸥山庄举行跨年宴会，对着媒体伫问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和平协议欠缺保障，所以拒绝签署的言论，川普是拢无回答。川普宴会邀请艺术家霍拉布纳临时来创作耶稣的肖像油画。川普伫现场开价10万美金拍卖，并且讲会伫画作顶面亲笔签名，也会甲拍卖所得捐做自身的用途。最后，这幅油画是由无公开姓名的人以275万块的美金，大约代票8600万块标着。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今仔日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各地头开始降温大。气象署表示讲，明仔载暗时到拜六透早上介寒，即中部以北只有10度到12度哦。这个宜兰山区呢只有6度尔，关山是有机会落雪，要到礼拜才有小可来回温。也来讲到这2天呢，这北部雨水较高，基隆北海岸还有北部山区有机会落雨。元旦是一年的开始，有真侪民众拢去看出日，毋过受东北季风影响，云较高，有看到的所在有限。另外，气象署也提醒，受到大陆冷气团落南影响，北部日时就会开始慢慢降温。若中南部、华东地区，要到暗时才会明显感受到温度降低。这波冷气团会一直影响到拜六，要到礼拜才会小可回温。整体这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比较冷的时间，大致上会出现在明天的晚上到后天清晨这一段时间，各地的低温还是有可能会出现10到12度的状况，尤其是中部以北有部分地区有可能会出现10度左右，或是10度相对再低一点的局部低温。因为大陆冷气团含云较高的关系，初1、初2。北部地区有雨，尤其基隆北海岸和北部山区雨势会较大。气象署讲，若要伫北部活动的民众，爱早雨伞雨满。若中南部地区是侪云好天的天气。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或是宜兰这部分地区，都还是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短暂降雨出现，而其中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目前我们还是有持续发布大雨特报的部分地区雨势还是比较多一些。气象署提醒，拜五会是这波冷气团上冷的一天，关山有可能会结冰甲落雪。有要去山顶的民众爱细腻，另外有要去海边啊含绿岛的民众嘛要注意安全，因为会出现8级至10级的强阵风，含4米至5米的海涌。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伫我迄下呢，若准是伫咧元旦出生的人认为讲伊生日真特别。毋过在当今的社会，伫咧元旦出世，会当讲是愈来愈特别，是因为有医生认为讲，即马是受到少子化影响真明显，这元旦出世囡仔也少真侪咯。护理师将细日甲红叶包伫布巾内面，再放起咧红叶的面床。拄出世的红叶规身躯拢粉红啊色。2020年1月初1，新年第一批元旦宝宝来啊！这是他自己挑的时间真的就在昨天破水，然后因为第一胎的关系，所以呢产程也比较会长一点点，他就选在了元旦，应该每年都会帮他特别的办一下生日，这个仪式感。有新10个月伫台北市大安病院顺利生落来。妈妈张小姐本地遗产期是1月初3，结果12月31早起就破水，伫产房内面看年，总算伫早起9点生出重4100公克的查某红婴仔，规面拢是感动和欢喜。那当然能在这种比较特别有意义的时间点，其实也是蛮对帮宝宝自己也开心，我们也很
就是算是一个惊喜啦。另外一边，汤市嘛传出好消息，到初一下晡5点，全市接成数到46个红鸭仔。不过第一线的医师嘛，才有感觉元旦的红鸭仔真正变少啊。在全省各地，其实生产数都掉很多，一年大概只能生10万多啊。这已经到台湾有史以来最低的量，有点像股票自息量。所以希望说这个自息量过了之后，台湾还能够慢慢缓步上升啊。我们的老化速度非常的快啊，那我们的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基本上在全世界大概排前3名啊。在人口结构上来讲，我们常讲的是一个急速转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花的钱真的不够多了。这提起讲，因为少子化的趋势，台湾的劳动结构已经明显老化，认为讲现有的补助措施已经渐渐完善，不过应该加大力度，让民众较有感觉，才有可能来改善这个情势。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开始有真侪项交通的新制度要来施行咯。这公路局推动驾照管理、笔试和个人换照的制度拢会变较严。另外，交通部要求讲，今年开始呢，这国际邮轮伫台湾的普港营运，就爱伫咧台湾设分公司，或者是委托台湾准部代理处理这消费争议。若讲到今年出厂的轿车呢，隔日纸要新的规定，请民众爱特别注意。详细来查隔日纸，今年起汽车车窗加挡风玻璃搭隔日纸使用指引规范。新出厂新领牌的车就要搭头前70%以上，头前边的窗仔要搭40%以上透光率的隔日纸。不过这制度无溯及既往，有不少人赶伫去年底领车，业者生理是接未完。法规会要实施了，所以他当然就希望我如果可以趁势在年底之前交车，我就避开法规就可以贴黑的。今年起，交通部推出更加严格驾照管理制度，对3个面向入手，包含考照制度的笔试更加严格，路考增加停留这项目。另外，会伫回混制度内底纳入抢红灯这违规的行为，也佫各界关心的智慧换照制度。车里进一步对外来公布管理的做法，希望对源头监管降低交通事故。笔试过大家都会啊，可是路考的话，还是要加强会比较好一点。高龄可能要设一个门槛吧，就是可能检测一下，就是它的反应什么，是不是还适合持有驾照之类的。另外，今年开始邮轮消费纠纷处理有新的制度实施。为了杜绝国际邮轮旅游的纠纷，消费者无多求助，交通部要求国际邮轮在台湾的母港营运，必须设立台湾分公司，也是委托咱国准部的代理业来处理载客业务。一旦出现消费的争议，就由关公司甲航港局来要求业者保障消费者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家己阿里山的达邦村这的民众呢，就人去通报讲，昨有台湾乌鑫走去工寮，那这林保署家己分署随派来去到现场稽查，要设红外线翕相机来监测。这是阿里山区头一届呢有乌鑫入侵工寮记录。随后，阿里山乡达邦村民通报有台湾黑熊入侵公寮翻找食物，这也是阿里山区首次有台湾黑熊入侵公寮的正式记录。嘉义分署随即派员至现场勘查，并架设红外线相机自动监测，并发给居民熊铃跟防熊喷雾作为自身防范。伫家己阿里山的工寮冰箱结互拍开，竟然是这乌鑫要来找食的。林保署是回应讲，虽然推动台湾乌鑫的保育，也是重视部落居民的安全，会尽全力来防范乌鑫入侵，也会找其他的专家到现场会勘，看要安怎来防治乌鑫。南投民间乡的地龙呢，伫咧新年的头一天，因就伫咧地园摆出 SOS 化救命的字，因是呼吁县政府就爱撤回这焚化炉的决定。今仔日是搁再公布要去焚化炉的农地有翕到照好影片，希望县政府会当为着产业甲生态赶紧来撤案。为天顶看落来，民众伫咧空旷地园中央，用红色的雨伞摆 SOS 救救的字。2026元旦这天，希望县府会再重视做地产业甲生态环境。南投县是全国唯一无焚化炉的县市，县府预计伫咧民间乡新民村起焚化炉。不过民间乡上时嘛是台湾种植地叶最重要的所在。地农认为起焚化炉会互种地产业受到最大的伤害。人有诶讲哈，你民间遐好诶地要起焚化炉哦，啊，我若唔敢买我诶地啊，我要是要食啥？
伊嘛无经过咱所有民间乡人的同意啊。地龙甲民众成立的反焚化炉自救会强调，预定的所在是特定农业区的农地。伫咧去年12月27，使用红外线自动摄影机翕到石虎的影像，认为起焚化炉嘛影响保育类动物石虎的生活甲生态。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哈。那南投县这么大，你一定要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跟我们全台湾这个茶种最多的地方呢，来做这件事情嘛。这边那么充沛的水资源，然后接下来它又是个八宝圳的这个引水道的起点，好，然后现在又发现有石虎，这么珍贵的石虎，这是他们的家，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焚化炉的预定地选址是有问题的。民间乡公所强调。县府预计伫咧1月7日开起焚化炉第2阶段宽屏会期，而且会伫咧新民村举办说明会，到时要是会坚定提出铁案的诉求。公视新闻尤文峰、王良涛南投报道。彰化县旧山呢，一年的大约是回收400-500吨，搁伫咧增加当中。那这路边的回收箱啊，定定拢是填出来，甚至是囤甲满四界，甚至有人真歹心会甲粪扫淋伫咧内面。这彰化县市决定讲，对今年开始要改用定点的方式来做回收。台湾的街仔路四界拢看到这种旧衫回收箱，不过实际使用情形煞未少问题。伫彰化县西乡就常常发生回收箱互人等干满出来，涂骹嘛囤甲一大堆。在地民众表示，甚至有人会甲粪扫、喷水乱等伫旧衫回收箱，真含糊。咱若较捌来收吼，有可能人厨余啦、粪扫啦，规个拢甲咱等到边啊，这做麻烦啦。因为造成这附近的人的一寡困扰，嘛是一寡大型衣物、厨余、垃圾拢甲放进内底，足侪村民嘛是人一起甲咱反映，咱即个物件拢会等伫遐。彰化县县西乡原本设有袂少旧衫回收箱，互民众利便，通随时摕旧衫去等。但是清洁队指出，因为民众快时尚的消费习惯，这几年旧衫回收量增加，毋但衫裤会囤甲满四界，甚至粪扫嘛乱等伫回收箱内底。因决定为今年开始改用定点的方式来回收旧衫裤，希望减少乱等的情形，嘛降低清洁人员的负担。很容易被民众丢满，然后会造成我们清洁队的困扰，我们才会想出这个办法，然后改出定点收运。阮另外提供这个和民众正确的一个处理的管道吼，本所已经规划定点收运路线，协助清运棉被、枕头、破损衣物等物品，请民众多加利用，共同维护环境整洁。县西乡清洁队表示，定点回收会增加米笑皮、枕头加布红仔，希望养成民众甲芳这类回收的习惯，减少一般粪扫量。彰化县环保局嘛提醒民众，旧衫回收拢有相关的规定，民众若是乌白蛋，依照废弃物清理法会当罚清理至6000块。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有台语的大学生呢，运用这台语专场创作影片，用这耍大富翁的方式呢介绍好食物。学生也分享讲，透过大学4年文创、台语媒体等等课程，互因愈来了解到各行各业，因也对这内面找到家己的兴趣。你敢知？其实太阳饼较早不是叫做太阳饼呢？干嘛呢？啊，无是叫啥？因为我其实就是台中成功人家做的卖鸡饼。用台语介绍太阳饼的由来，也用耍大富翁练台湾的方式，世界去各县市食好食物，这是台语系学生拍的影片。除了采访大学生对各地名产的想法，去无共县市拜访，也希望互观众对蹺脚练喙手这个频道，透过台文和中文相离母，愈了解真实的台语甲历史。就这样知影要安怎讲，毋过其实毋知影要安怎写，所以阮会放伫下面，嘛有讲是汉字的部分，像阮影片内底就是有华语甲台语两个对照拢有安尼。学生表示，读台语系定会互问到出路，除了做老师，佫会当做啥？学生指出，其实除了基本的台语能力，透过文创、台语媒体等等的学校课程，也互因愈了解各行各业，找到家己的兴趣甲台语的应用领域。上济一定是讲做老师啦，毋过媒体这个部分，我感觉嘛是真袂歹。
就是买当试看卖。伫咧媒体创作这门课，阮有学着讲要安怎写客话书。学生表示，其实也有真侪人对台文字无概念，因认为要推广台语，媒体是真重要的方式。学生讲拍片的过程，家己除了学摄影剪接技巧，也愈了解采访甲影像讲故事的美感。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台湾文学馆对元旦开始推出文学交流的系列活动，有韩国作家和台湾作家的座谈，也结合着世界保基日，推出着台语导览和台语绘本讲故事活动。对元旦开始到2月2日，要用文学来陪伴大家过年。这是台文馆的台湾文学基地，嘛是世界各地文学作家来台湾交流的最大的所在。台文馆表示，这间厝对2021年到今，世界各地已经有70位作家来住过。今年头一位来这住的是韩国的作家金伊莎，伊是小说家，也是翻译家。伊毋但翻译台湾漫游录的韩文版本，也会伫这礼拜六甲杨湘子对话。杨双子老师在美国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奖项，那其实台湾的文学慢慢就是开始受到全世界的注目，所以去年我们非常惊喜的发现，有德国、还有意大利、还有韩国的译者都不约而同要翻译这个杨双子老师的《台湾漫游录》，就他们都来申请我们的这个驻村作家的进驻活动。那所以明天即将来到台湾基地进驻的就是来自韩国的金伊莎老师。除了座谈活动，台文馆也推出系列活动，要来陪伴民众过年。伫台南本馆有拍卡送春联，而且结合2月2日的世界母语日，也推出即马做伙讲台语的活动，有全台语的导览，也有台语绘本讲故事，民众拢感觉真有意义。带小孩来让他们听一些故事，其实是蛮不错的。是很文学，很文青。那我觉得也是很有特色，不同的屋里面有一些不同的主题，就是有一些它是做手作的，有一些它是书，有些看书的，有些是做写那些明信片。台文馆表示，新春的活动对元旦一直办到旧历的过年，毋但有下国际交流，也有本土的推广，希望用台湾的文学活动为大家迎接新的一年。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伫咧东南亚的保加利亚，元旦节刚正做后院区啊，是第21个成员国。不过，这货币转换将有可能会影响到物价，失去民族认同、政治变动等等，也是有49%民众反对改用欧元。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中央银行甲国会两栋大楼中央，有几多千人伫真冻的零下低温倒算跨年迎新送旧。当时庆祝变欧元区第21国，有民众活动一个结束，随去银行自动提款机领新钱。汇兑标准是1欧元兑2块列符。去年8月开始，市面所有商品介绍拢爱用2种币别标示。保加利亚1881年开始用列符做货币，1994年开始就一直甲其他欧洲货币连结。起先是德国的马克，过来就是欧元。2007年正式加入欧盟，历届政府拢支持加入欧元区。不过，为民调的数字来看，境内650万人支持甲反对的比例是差不多平齐。因为通货膨胀一直真悬，烦恼货币的转换，恐惊会让物价更贵。总统拉德夫去年就捌提议举行欧元公投，不过去互伫要卸任的政府反对。BBC 相关报道采访到的小企业主，估计若是举行公投，恐惊有7成人会投反对票。Май съм против. Защо сте против тогава? Защото ме е страх, че ще обеднем. The awareness campaign is a bit weak, and there are vulnerable populations that I'm not sure are very well aware of what should be done, especially in the first months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uro. Older people, people living in remote areas,
people with low level of education. For them, I think that it might be a bit difficult. 企業團體嘛關心使用歐元，恐驚會失去國家民族認同。親羅西亞政黨佫較是大力反對。後面官方所做嘅上新民調顯示有49%嘅保加利亞人反對改用歐元。為了掃除身份認同嘅顧慮，保加利亞嘅歐元銀價後壁嘅圖案設計，就以宗教人物、民族復興運動代表人物嘅頭像為主。公視新聞王慧文編譯。咱做伙來看明仔載天氣。基隆台北桃園新竹對11度到1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對12度到17度，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對13度到22度，宜蘭花蓮台東對12度到20度。平湖金門馬祖對9度到17度。新聞最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暗新聞，我是嘉豪，明仔暗時7點咱再相會。